歡迎你收睇呢一集嘅飛地英國選書啊，係我係曾志豪啊。飛地英國咧就已經喺英國就成立咗噶啦嚇，咁啊雖然咧暫時你未見到嗰個實體嘅即係書店，而我哋預訂緊嘅嗰個即係流動書車咧，亦都係整裝待發中。咁但係網上面咧其實已經有好多活動係進行緊嘅啦，譬如我哋早一排就同大家推介過最後一課第二集啦，係咪先？我哋都有介紹過作者。咁啊，以後咧，其實我哋都會定期同大家就更新一下，究竟飛地英國有啲乜嘢嘅書，有啲咩活動係會同大家見面嘅咧，同大家互動嘅咧。咁啊，我亦都係會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即係隨時分享下我哋幾個唔同嘅即係股東們啊，對飛地英國嘅一啲嘅期盼㗎。其實陸陸續續咧，我哋呢一個團隊咧都係會同大家見面嘅啦。咁啊，而家只不過就由我先嚟拋頭露面咧嚇。孟達所講啊，出人頭地拋頭露面咧，咁同各位打招呼嘅啫。咁我哋個團隊裏邊咧，好多個成員咧，咁啊即係假以時日咧，都會慢慢咧就即係浮上水面咧，同大家一齊咧就建立呢一個即係中文世界喺英國裏邊咧，好好分享下咧文字嘅力量㗎。今日咧要同大家嘅選書咧就係黎智英傳嚇，咁而呢一本書咧，佢由佢家庭成長嘅背景就開始講起，有幼年嘅黎智英啦嚇，捱窮嘅黎智英啦，有發奮圖強嚟到香港之後嘅黎智英啦，有做工廠學徒嘅黎智英，有佢自己進入呢一個時裝店做紡織業啱啱起頭嘅黎智英，有成為佐丹奴嘅黎智英。有因為天安門學運，然後就印製一啲學運領袖 T 恤，賣咗一大筆錢，亦都進入咗政治領域嘅黎智英，一路去到最尾被囚禁嘅黎智英。呢個就係佢總括咗佢一個即係人生經歷嘅階段嘅。而我覺得咧，有幾個地方睇完之後咧，你係會好有感觸嘅。例如佢對香港嘅印象。對自由嘅嗰個理解究竟係點樣嘅咧？佢好得意喎，因為黎智英呢個人係非常之貼地嘅，佢冇讀過好多書㗎。意思即係話佢冇受過咩高深嘅教學，因為其實佢喺大陸裏邊開頭佢喺大陸落嚟啦，佢就係即係捱窮嘅。咁啊，就算嚟到香港咧，其實佢又都冇上過啲咩大學，佢好多都係靠自學啦，人哋俾佢睇書啦。所以其中咧，佢有講過就話佢去到美國曾經見過一啲即係人哋介紹佢嘅一啲知名嘅學者，同佢哋食飯嘅時候咧，呢本書係描述得繪形繪聲咧，就話人哋覺得佢好似一個野蠻人。因為佢冇受過任何餐桌禮儀，捱窮喺內地捱過饑荒，咁啊亦都係冇受過好好嘅教育，所以佢好似一個即係野孩子咁樣咧，一個天性可能食飯唔識得禮讓啊，啪就食嘢啊，講嘢粗魯啊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喺好多人心目中，原來就係一個即係咁粗獷嘅一個咁樣嘅形象。咁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咧，佢唔會同你賣弄好多好高深嘅學問。雖然佢後來睇咗好多書。例如海耶克啊，有好多呢一啲經濟學者啊、政治學者啊，去到後來佢研究一啲宗教嘅，即係嗰啲叫做即係鬥爭史咧，佢睇好多書，但係佢冇正式受過一個規範高深嘅教育。對佢嚟講嘅影響係咩咧？就係佢好多嘢都好直觀嘅，好直覺咧就將佢嘅體會就講出嚟。頭先我講話對自由、對香港嘅印象，如果一般學者可能佢就會將自由定義到好嚴謹、好仔細，選舉啊、教育程度啊、社會嘅經濟地位啊。Sorry， 喺黎智英嘅眼中咧，冇呢啲嘢。佢係點嘅咧？書裏邊有提到咧，就係第一，佢開頭對香港嘅印象係咩咧？係一粒朱古力，係冇錯，係一粒朱古力。點解咧？因為嗰陣時佢就喺即係廣州嘅火車站裏邊咧，就同人哋去做嗰啲咧，即係攞行李啊嚇一啲搬運嗰啲即係粗重嘢。佢話佢有一次咧就接待咗有一個嘅客人，嗰個客人咧就喺香港嚟嘅。咁啊，佢就喺佢即係幫佢搬運完之後咧，嗰個客人就獎佢就話：誒請你食一粒朱古力咧咁樣。佢話嗰陣時佢從來都未接觸過，捱窮啊嘛，上面又有即係饑荒啊、貧窮嘅即係煎熬啊咁樣。佢拎住嗰粒朱古力食落口嘅時候咧，佢話：哇！佢難以置信啊！佢話佢都未食過世界上有咁好味嘅嘢。佢話呢個就係佢對香港嘅印象。就係可以食到一啲佢從未感受過嘅美味嘅食物，而且佢亦都知道喺香港就會有好多呢一啲有精緻啦、有好味嘅嘢咧，就等緊佢。呢個就係佢對香港全部嘅一個印象。當佢仲係一個小朋友嘅時候，而呢個印象咧
係深深刺激咗佢嘅，因為味蕾啊、飢餓啊、肉體嘅呢一啲嘅觀感咧，有陣時往往比好多觀念咧嚟得衝擊得更加大嘅。所以當佢後來有機會要逃離中國大陸，佢要去香港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朱古力呢個味蕾對佢嘅嗰個感覺嘅刺激咧，係做咗好大嘅動力去幫佢做呢個決定嘅。嗰個地方就有自由，會有繁榮，會有朱古力食，會有好多嘢可以等住佢嘅，而唔係捱餓。呢個對香港嘅一個印象。自由咧，佢話當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就係做學徒。係啊，嗰陣時佢有呢本書都有介紹過，佢做學徒啦，有幾咁辛苦咧？譬如佢會喺工廠裏邊搭幾張台就喺嗰度瞓覺噶啦，唔會有啲咩宿舍俾佢瞓嘅，而佢亦都喺嗰度捱呢一個即係工作環境咧，但係佢捱得好開心嚇，呢個就好得意嘅，因為即係黎智英呢個人咧喺呢本書裏邊咧，你完全體會到佢嗰種性格咧，就係佢話佢係充滿咗希望，充滿咗理想。佢明明好窮嘅喎，佢明明係一個初嚟報到香港，佢咩都唔識嘅人，但係佢就好願意、好擁抱呢一個每天未知嘅事物。而佢其中提到就話，佢最有印象咧就係佢話嗰個叫做白粥油炸鬼。佢話對佢嚟講咧，自由係咩咧？就係可以品嚐到熱騰騰嘅白粥油炸鬼。佢話好長嘅一段時間以嚟咧，佢話呢一碗嘅白粥油炸鬼或者滿街呢一種咁嘅食物嘅香味咧，都提醒住佢。佢話我而家喺呢個地方就係香港，而香港係自由，自由嘅地方就係佢可以任意選擇唔同嘅食物，或者應該咁講，每天起身都會有一個豐盛嘅早餐係等緊佢，而唔使捱餓啦，唔使擔心啦咁樣。呢個白粥油炸鬼充滿咗畫面，充滿咗印象，就填補咗喺黎智英心目中咧，對佢嚟講咩叫自由嘅定義。其實佢去到好長嘅一段時間咧，食物呢樣嘢咧係佢對自由嘅理解嘅，因為譬如到後來佢賺多咗好多錢啦，佢對於所謂賺錢財富又或者點樣叫做成功咧，其實佢都係好直觀嘅。你可以話好似一個暴發戶，但係亦都係一個佢呢一種出身嘅人咧嘅直觀嘅印象就係話佢會食鮑參翅肚。佢話嗰陣時佢開始有錢啦，喺九龍塘嗰度咧就買樓食飯。佢話佢每一餐都可以食好多好精美嘅即係佳肴菜式。佢話呢個就係佢當時對於成功，覺得自己富有，覺得自己咧就即係叫做翻身嘅一個理解，就係我日日都可以食呢一啲咁樣嘅即係精美嘅食品，鮑參翅肚咁樣。呢個就係佢對香港啊對自由開頭嘅理解嚟㗎。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點係咩咧？如果根據呢個軌跡走落去嘅話，咁佢咪會成為咗一個一般嘅成功商人咯。佢追求嘅就係嗰啲叫做咩錦衣獸食，佢就係中意嘅就係全部都係呢一啲所謂享樂嘅、奢華嘅、對身體官能刺激嘅。其實如果咁嘅話咧，咁佢咪應該一路走落去賺錢，追求福布斯排行榜，買靚車、買遊艇、買飛機。但可惜佢唔行呢條路，甚至乎你都唔知道呢個叫唔叫做可惜。如果佢繼續行呢條路嘅話，或者佢唔會變成今天咁樣，成為咗一個階下囚。但係佢喺中間就由對口腔期、對食物嘅理解，對於自由以為就係朱古力，以為就係粥粉麵飯咧。佢去到後來，佢變成咗選擇嘅自由，佢變成咗係對即係人民有冇知識、有冇覺醒嘅自由。咁喺呢一本書裏邊，佢好快就已經踏入咗80、90年代天安門嘅學運，而呢個亦都係佢人生好大嘅轉捩點嚟嘅。因為當佢見到佢曾經熟悉嘅嗰個國家嗰個環境有咁多人走上街嘅時候咧，佢話佢俾呢一啲即係民運嘅學生感動咗，所以佢就做咗幾個動作，就印嗰啲 T 恤啦、柴玲啊、王丹你嗰啲頭像啊咁樣，咁啊走去賣。其實如果去到呢一格咧，佢都仲係安全嘅，但係即係命運有陣時就作弄人，佢永遠都俾人哋行多一格。當嗰陣時嘅香港，80、90年代嘅香港咧，64大家都係即係熱血沸騰去做好多事情，又有民主歌聲獻中環嘅時候咧，佢再行前多一步，佢唔單止印製咗學運領袖嘅 T 恤，佢甚至乎印咗小平你好，請你下台嘅呢個口號嘅 T 恤。呢個又再進咗一步咯，係咪啊？你同情呢個學運，你去即係印製學運領袖嘅 T 恤，你可以話一種商業嘅行為，但係要求北京最高嘅領導人鄧小平落台，呢個就係屬於好前進嘅政治表態，而佢嗰陣時就開始行緊呢一條路。
然後往後嘅日子係點樣咧？佢就越行越多。佢後來創辦咗一週刊，後來創辦咗蘋果日報。而佢喺一週刊裏邊，佢自己寫專欄。佢其中有一篇嘅文章個標題，佢就直情係話李鵬呢一個叫做即係王八蛋，請你下台，係用咗呢一個即係哇好粗俗嘅字語啊，亦都係一個好侮辱性對領導人一個攻擊嘅字眼，就叫佢下台。而呢一件事咧，真係為佢帶嚟一個人生好大嘅轉變，因為當時佢已經創辦咗佐丹奴啦。佐丹奴喺大陸咧，其實係即係發展得好好嘅。根據佢嘅講法，其實喺嗰度已經開始賺錢噶啦。而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一路睇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命運係如何即係作弄人啊！喺嗰一刻，佢喺上面事業好好，佢喺香港亦都參與咗呢一個政治嘅表態，創立咗一週刊，發表咗嗰個咁犀利嘅即係評論，李鵬王八蛋。然後佢就話上面咧開始去報復佢，去用一啲執照啊，用好多而家我哋一般香港人都理解嘅一啲叫做行政嘅規條咧，就去留難佢。其實目的咧就係話嗱，如果你唔收翻你嘅言論，你唔退一步嘅話咧，我就要搞到你喺上面都冇生意，甚至乎連佢內地嘅 partner 都係大規模地就俾人去查辦上面嘅業務嘅。即係你可以話，原來喺而家香港好多人經歷嘅一啲叫做政治報復嘅運動咧，早喺90年代嘅黎智英咧身上面已經見到噶啦。而呢個就係我講嘅佢一個好重要嘅決策啦。如果佢就係一個追求美食嘅商人，成功賺錢嘅商人，喺呢一刻佢應該點樣選擇咧？我諗你都會好清楚。咁啊，梗係選擇退讓啦。就算唔係賣咗一週刊，起碼都可以承諾以後唔寫呢啲文章，道個歉，咁你咪繼續喺上面賺錢咯。當時共產黨都仲未話要完全將佢封殺，但係就要求佢要同呢一啲政治事件切割。但係黎智英嗰陣時佢嘅選擇係咩啊？同佢對着幹。佢唔單止冇收翻呢個言論，佢甚至乎喺一週刊之外創辦咗蘋果日報。點解話呢個叫做再進一步咧？因為後來其實佢呢個 Mark Simon 係咁樣理解一週刊同埋蘋果日報嘅功能嘅。佢話一週刊咧就好似一把劍咁樣，就擊中敵人嘅要害；而蘋果日報咧就好似推土機，將呢把劍你本來就咁擊入去嘅啫，推土機係用佢嘅力量將呢把劍直情拱入去敵人嘅心臟，係咪好形象呢個比喻？蘋果日報因為日報每天都會出版，同一個禮拜一次嘅週刊咧，個威力係不可同日而語，亦即係話佢係選擇咗用更加激烈嘅方法係去對抗，而且佢唔係不負責任嘅，佢決定賣咗佐丹奴，冇錯，佢真係割裂咗，佢真係選擇咗，但係佢選擇嘅唔係放棄一週刊，而係反而放棄佐丹奴。嚟到呢格，其實你可以思考一個問題。當而家好多人攻擊黎智英，唔中意佢嘅人就會話佢都係為錢啫嘛，係咪？佢都係貪錢，佢收外國錢，反中亂港咩都好啦。咁你就要諗一個問題：如果佢真係一個完全為錢嘅商人咧，其實去到頭先嗰個人生嘅階段，你會點揀？有乜嘢蝕錢蝕得勁過做傳媒噶？成日喺香港都流傳嗰個笑話噶啦。你想人哋蝕錢啊，叫佢做出版啦；你想佢窮啊，叫佢做傳媒啦，一定係蝕到你攤攤腰嘅，或者你唔會賺大錢嘅。而佢嗰陣時，Giordano 係時尚王國嚟嘅，佢自己本身都知道嗰度係可以賺到好多錢嘅，甚至乎啱啱進軍埋大陸市場。你話如果佢係純粹想為賺錢嘅話咧，佢係咪有好多機會喺嗰一刻就做一個決定，放棄傳媒而去做時裝咧？但係佢就截然相反，因為佢前期佢不停有好多個選擇，例如佢應唔應該留喺中國大陸，定係冒險偷嚟香港？呢個係第一個嘅選擇。佢嚟到香港，究竟係選擇繼續好好地淨係做佢嘅紡織嘅工作，定係毅然投入呢一個傳媒嘅行業裏邊？投入傳媒嘅行業，亦都仲有一個抉擇，係就咁做一個傳媒正路嘅傳媒工作，定係徹底地投身政治嘅事業咧？每一次都係一個抉擇，而去到最後，佢又面臨咗一個好大嘅抉擇，就係當國安法之後，走唔走咧？其實佢有好多次機會可以走，如果你睇翻嘅話，無數咁多人勸佢，叫佢快啲離開。而只要佢離開咧，其實佢可以繼續維持佢喺外國
優越嘅生活，佢喺邊笪地方都有別墅、有豪宅，甚至乎可以繼續做嗰個精神領袖。但係佢喺嗰一刻，佢就選擇咗留低。就正如佢喺 Giordano 同埋一傳媒之間，佢選擇咗要一傳媒。啱定錯咧？你事後你可以自己去判斷係啱定錯咧，但係佢揀咗。然後而家等待佢嘅就係呢個牢獄。喺監獄裏邊，佢亦都係對於呢個食物咧，佢又有佢一個嘅叫做考驗同埋挑戰。所以我話點解一個首尾呼應嘅人生咧？佢裏邊有提到佢喺監獄裏邊咧，佢如何即係所謂反躬自省啊。黎智英咧寫低咗佢對食物嘅短暫嘅遐想。佢話啦：我正試着讓自己放下世俗嘅牽絆，尋求與主合一。佢有宗教嘅信仰。佢話我唔應該再諗食物或者我中意嘅任何嘅事物，我應該忘掉自己，只係諗住主，認識佢，同佢一同背負十字架。佢喺獄中，佢就要求自己要摒棄一切嘅雜念。但係我作為即係呢個讀者啦，我會咁樣去解讀佢呢一段嘅諗法。佢點解會諗起食物咧？佢會唔會唔係只係為食咧，而係佢人生最開頭對於自由嘅嗰個滋味，其實係由食物而嚟噶嘛？佢嘅人生嚟到香港，對自由嘅體會就係熱騰騰嘅白粥油炸鬼，對於成功就係食好多珍饈百味。會唔會其實去到佢人生去到監獄嘅嗰一刻，佢可能係突然間佢記掛嘅其實唔係真實嘅嗰個食物，而係佢記住咗喺曾經世界裏邊嘅個自由咧？會唔會人生好多時候都係話嘅？你去到某個階段就會好似走馬燈咁樣，你會回顧自己嘅從前。其實會唔會喺佢潛積裏邊，食物可能係自由無意中喺佢腦海裏邊散播出嚟嘅一個氣息嚟嘅？咁我覺得都係好正常啊，係咪？佢係一個終身都係追求自由嘅人，嚟到監獄裏邊，佢如何能夠擺脫對自由嘅嗰個即係渴求咧？咁樣，我覺得呢本書係最適合俾你想去認識、去了解呢一個喺香港搞亂成個時局、影響成個世代嘅呢個人，其實究竟佢係點樣諗嘢？佢係點樣做決定？每一個決定係點樣影響佢呢個人嘅人生咧？而且我覺得仲有另一個嘅切入點咧，就係佢帶翻我哋見到以前嘅香港啊。因為黎智英嘅年代其實就係早期嘅香港嗰個所謂遍地黃金，嗰個捱餓都捱得好有魄力，因為嗰陣時係充滿住機遇。佢點樣第一次同外國人做生意？點樣翻大陸？點樣可能係面對住時代嘅回應挑戰？凡此種種，其實我喺度睇嘅時候，有好多係我哋未出世嘅經歷，但係有好多可能我哋已經係即係遺忘咗，已經消失咗，唔會再有嘅嗰種嘅能量。我特別有印象嘅就係佢話自己每一日仲係做緊學徒喎，做緊工廠學徒，瞓緊喺工廠裏邊好辛苦，幾張台拼埋一齊嘅所謂嘅張床，瞓到個腰骨痛啊！佢過住呢個生活，大概佢每一日出門口嘅時候，佢話開檔嘅老闆見到佢都話：咦，你今日有金執啊？然後佢就好開心。佢話我都唔知點解啊，但係佢話呢個環境、呢個社會令到佢每一天都覺得好充實、好有機遇。呢個咪就係我哋曾經嘅香港咯。今日嘅年輕人，佢可能食嘅嘢、住嘅地方好過黎智英當日嘅處境，但係佢會唔會擁有呢一種嘅笑容呢？佢會唔會擁有呢一種每日落到條街度就充滿住盼望，覺得無懼世界任何嘅挑戰，而佢係終將會成功？會唔會仲有呢種嘅自信呢？如果冇嘅話，就係點解呢？所以《黎智英傳》睇完之後，你會發覺其實消失嘅唔係淨係黎智英呢個人，唔係佢嘅肉體可能從此就被囚禁於監獄裏邊，可能係佢曾經成長見證過嘅嗰個社會環境，嗰個香港都係一同消失咗。咁啊，如果大家住喺英國嘅朋友，你想去睇嘅話咧，咁啊，我哋可以將嗰個叫做訂購書單咧，就擺喺我哋呢一個 YouTube 裏邊嘅描述欄裏邊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到即係飛地英國嘅 Facebook 嗰度咧，咁亦都會有一個表格嘅。咁啊，呢度見到啦，奇福德作者黎智英傳，售價咧就係26英鎊啊，係啦。咁啊，如果你想去訂購嘅話咧，可以上去睇有呢一個叫做訂書嘅表單啦嚇，就好似而家我哋銀幕列出嚟嘅呢個咁樣，咁啊填寫你嘅電郵啦，咁啊然後寫你嘅姓名、聯絡嘅方法，咁就可以繼續填落去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即係同你聯絡噶啦。你可以郵寄啦，你可以自取啦。咁啊呢個咧就係黎智英傳。
我哋之後亦都會定期去同大家分享一啲即係我哋覺得值得推介嘅書籍㗎。咁如果你都有睇完呢本書嘅話咧，其實都好歡迎你可以喺呢條片裏邊咧留言，講下你對佢嘅睇法。咁啊，飛地英國選書今日就講到呢度，黎智英傳，希望你都會睇完之後對呢個時代、對呢個人咧會有更多嘅認識同埋反思。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